明年的猪仔细细食，真高水，搁真爱清气象，改变大家对猪仔垃圾的印象。所以，伫日本的东京，即摆有一间迷你猪仔的咖啡厅，伫当地真受欢迎。猪仔包物件看起来真舒适，边仔游客抱起只迷你猪，一直笑眯眯，看起来真满足。这是为鸟头鸟减肥，行过了后，东京另外动物咖啡厅、迷你猪咖啡厅，吸不少人上门，近距离接触。Oh, they're just so cute, so tiny and so small, and kind of want to take one home now. 迷你猪咖啡厅是伫2019年开业，过去4年外继续拓展分店，即卖已经伫日本有10间分店。这种猪仔大汉了后，体型也是无甲大，而且这个猪仔个性无介一个人，所以真亲近人。加上真爱清气，身躯无臭味，也改变过去一般人对猪仔有臭味的印象。豚さん個体によって本当に一人一人一匹一匹性格が異なっているので、ここの集合で豚さん見ていただくと、おそらく気が強いなであったりとか、この子優しそうだなとかっていうのが気づいていただけるかと思います。过去这几年，日本流行动物主题咖啡厅，为鸟头鸟到水獭这动物拢有，大部分都是民众平常时较无接触到的动物，所以吸引真侪人上门消费亲近动物。香港大学生物科学院教授伯尼布雷克表示，选择动物咖啡厅的时阵爱细致，避免接触外来种，甲无关系甲人类接触的野生动物。Ethical sourcing of the animals. What happens when the animals leave the cafe? I think all these things ar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And I think it does come down probably to government regulation. I think government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kind of make sure that these things are certified and that the animals are being sourced ethically and that there isn't any kind of illegal trade involved. 另外，加亲近动物对身心健康有帮助。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兽医临床学的教授科恩里奇认为，包含甲动物互动，会降低血压、减少头痛、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也能增强幸福感，协助应对压力。愈来愈多证明显示，甲宠物互动或者是饲宠物，拢能为心理甲身体健康带来好处。公司新闻陈时东朋友。